平台期参考平台资讯的朋友，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朝的所在电视市场。继续为您播出微信上片平台龙凤呈祥。周瑜为之得气，荆州输出之美人计。孙权听周瑜讲得头头是道嘛，觉得成功得美不活，所以搿场一锤定音。那么诸葛亮、刘备是哪哈应对的呢？请听第二位。家计随机与侯中区平台团陆人民、莫桂英搭档对唱。那个不到今这个美人计用的蛮多，据说那个成功率达到96%。为啥么？是个英勇爱美人，英勇难的美人关。是非周瑜为之一得为荆州，也是用个美人计。真美侬生育个妹妹身上香，嫁不了刘备，骗刘备在江东来折亲，趁此机会么呢，我令赶紧起来，逼诸葛亮为荆州。那么怕啥人去实亲做媒，这个人至贵重要。首先有一定的身价。有一定的资历，现在讲起来有一定的社会经验，一定的社会关系嘛，并只有个张智伯也能是为的。但孙权一商量下来嘛，一个人去定合适，啥人？李肥、李子恒。李肥是南西亚人，当初先不往生出渡江的辰光，以对本生出。此人欲待欲实，能言善辩，对孙权忠心耿耿，是东吴的一位愚公之神。孙权马上会在第5年拿李肥喊得来，千叮万嘱，十行多在荆州去做媒人实亲。这桩亲事只准成功，不准失败。假使亲事不成功，不也回来。基本李肥不懂，拿群子交给刘备，这个是刘备的福气，事体肯定成功。来孙权上去担心，大地聪明人，一动脑筋没动作，看上去东家为之太尉荆州用个计议，只觉得自家肩膀上向分量蛮重，事体不是做媒人这样简单。我是叫几无容忍，所以一口答应。打自己的才容，准备呀官员一字上岗，你要继任什么荆州而去。刘备呢，自从得金乡九军各位是不得了，兵精粮足。东吴曾经2趟派陆叔来特为荆州，侪是诸葛亮动了金乡办法。为着刘备晓得文史，现在讲起来一张条的，谁家荆州属于假的。那么欲加必为，啥辰光为呢？待等得起西川各位再为。那么啥辰光能够得起西川？不晓得，可能1年，还可能10年，还可能100年。这个名堂谁叫千年不老，万年不为？诸葛亮讲不办法的办法。但刘备得了荆州，你叫没好过，不晓得这个刘备啊，民众客气的。在老家乡作追雷家村的辰光，曾经透过2房家乡，相继得病而亡。起兵各位也太2房，一个出身衙门的米夫人。上班铺自弄就阿对的辰光里投井而亡，还有一个就是每日8月的官夫人，打刘备的个人顶顶身子，担任刚刚生毛病故事，留下来一个儿子，这个小囡不得了，名气响的就是刘柔刘亚对，保护当时的刘亚对，那谁是你？所以刘备昨日刚刚经受伤膝之痛，
也有爱子之心，真是英勇于心上。唉，不胜戎马，斗春秋，空无英勇，志非谁？赢得那样三个位，方能安稳受尽罪。但不胜戎马，漂流四海，赢得那样牺牲相授，赏他神机妙策，方得金相救军。哪里知晓期望不应并购，撇下爱子，真是忠义得志心中乐，泪为丧气心拽啊！把比手下的诸葛亮对打冷军身处大漠，一副西风淡泊的风范。诸葛亮是琅琊扬州人，他虽是现在山东宜南人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人机妙算，良是事实，是立功得经再聪明的人。今刘备三顾茅庐出山，把刘备奠定之基业。出兵大战过后，进至荆州，这个是战略上的事业，但是不是上权之计。只有进入西川，才能立于北霸之地。但是进西川不是桩简单的事体，也有切实可行的办法。所以准备带刘备商量商量。这看见东家坐那个边浪向闷闷不乐，长吁短叹，让人不开心，也想安慰安慰你。哎，这看见外头哈哒哒哒奔进来一个地下人。哎，皇叔，后事。皇叔，东吴来了一位大夫，名曰吕放，报名求见。东吴来个李卫李子恒啊！哎呦，这个人不简单，聪明，来让东吴有一定的资格、一定的地位，而且这张纸簿能是为的。但荆州来啥体？阿为的还是为子他荆州来的。那么讲，吃起嘴巴，半子头，荆州回不去。不见一把，这样子别人家的么子，人也不见，这个叫皮渣，总归有点难为人。啊，军师，鞠躬。早儿之际，待机为时不及。人家来着，哪还不见呢？也不人家小我个我。鞠躬。向他千里而来，哪有不及之理？快快与请。但真诸葛亮忙忙来得多灵活，看上去胸有成竹。那么难怪这样努力请进来的，不是我请的，请得理下来个后果。哎，你要负责讲。不用担心，这关积水是了。既然如此，快快相起。是。第五人眼睛马正外头去。啊，军师，鞠躬。这样看起来，李卫给他来，阿会得为子荆州来的，肯定为子荆州来的。那么到些辰光半子头，闲话当中让当法理。哎呀呀，鞠躬。需要进化，积极言之，凡事与我听他之意，空云则云。不口云，我们再做商议。怎样叫口云？谁有语讲？不口我语。两语鞠躬，动机理法。口云的是人，两的是儿，理要记下。不口云的是人，两的是儿，放在膝盖之上。不手指三个是鸡啊，可以答应的，手指也鸡啊。
不可以答应的，搿把手指放了脚毛头上。正是。那么现在外地天气蛮热，那边没事体做，搿把手指哈也是一夜出事体来主公放心便了。那么两家头在外头努力为亲得理想，几个里分兵之守定，送购乡民。啊，大夫，王叔，千里迢迢改本此计，不及于后。怪有感，子恒奉后会之命，西来分会王叔军是相拜无体人意，不用动意。相拜太白，分为李家后会。子恒代居西沟王叔。啊，大夫，为什么事情真将不发？对你妈妈那边紧张呢？我不是来探紧这个呀。啊呀呀，王叔，说问子恒来意嘛？no，我是为了一桩喜事而来的。为这桩喜事来的，啊？那么刘备搞不懂呀？我刚才刚死脱，刚办脱丧事么落得来个喜事呢？不懂，诸葛亮是应该。你手上李备来有6-7桩事体，但是那当中绝对没一桩是喜事。刘备想为的外头天气热，李备搿只男子热坏脱着，拿我丧事当成功喜事，反其不理，觉得不是为子他荆州来的，任何事体才可以商量。啊，大夫，不计西戎后我来。啊呀呀，王叔，此乃天大地大一桩喜事呀！天大一桩喜事的了，啊，为得神仙上出我眉头噶。喏。出来，但我做媒人来噶，这个哪来着呢？刚才狗日刚刚死脱，丧事刚刚办脱，马上自家派亲，哪对得起刚才要在天之灵？真正的那个混子，快点回头里！哎呀呀，大夫，不可啊，不可！此话怎讲？大夫啊！雷门不应千万个，还一钩灯一根山。
西宫对川。这女红妆，牺牲诚意，心感动，红冰生最神酸。起一谁山？大夫，想为心境上儿，岂能立意轻视哦？哎呀，万岁，此语差异。差在哪里？万岁，我们夫妻恩爱，欲可加倍。但是现在三夫人得病而发，还真没办法啊！你年纪轻了，正当仗义，身旁边三他这个女人，跟哪来事呢？对那个生活，对那个事业，谁有影响？三夫人在天之灵，还要替你担心个。万岁！上一代女子风风家风去，女儿风风不风凉。人家是与夫妻做人的，缺他一个，谁不人计较？那么再说，你还有个儿子，一塌瓜子只有4岁，4岁的小囡，哪可以不娘个关爱呢？李卫直播哪想么啦啦讲，两只眼睛上对这个诸葛亮让他骗，为啥？因为晓得你是个厉害角色，咋怕你出来玩出枪，那个事体也弄假的。哎。在看见孔明坐那个边浪向，对神的眼睛闭拢，还这样困着在。哦，搿但是桩好事体。孔明哪会得困着呢？眼睛么闭拢，耳朵辣浪听，心里想明明白白。哎呦，哼！归根到底，神就是为这一套金锥来过。哎呀，至于啊，那个人真正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子，花头姐妹头。为子他为金锥，时常来用个硬弓，硬弓不来时用硬弓，硬弓不来时现在用个叫花弓，一弄个女人不你东家，可是再还都来者不拒，这对谁谁哟？我可以将计随计，而李个东我可以对抗曹操这个计策。所以诸葛亮手指了让爷们眼睛上正刘备了让看，那么刘备哪呢？本来外头着，现在的生活着杀气么想上个儿子啊对，4岁个小囡啊，见面对4岁，看上去个小猪爸爸胖胖来得个健康，但是我心中有数，懒惰鸡巴大小便侪不懂个呀。而且受不定立不定，那与小儿都懂真个。我们不家小
一份爱，但是儿子唔把娘这个哪来事？那么喏，看了儿子面上搿桩亲事，让我答应吧。但是我刚刚回头脱个嘴，现在马上答应，来个一百80度大转弯嘛，像啥有点难为情，开不出口。对准诸葛亮的浪口，再看见诸葛亮个把手指一撅撅，对里妈妈手指三爷爷，三岁动动直播呢，我龙江脱个嘴出来切切边等我来帮忙呢。诸葛亮何等样子的聪明，一看懂个东家龙江子，也想答应，开不出口，搿么我来啊！子儿，先生，向你千里迢迢过江西来奏媒，我家主公定然感激在心。这一桩亲事，哪有不允之理？对不起，对方这个小子要杀人家的男人，别弄个3后20多男人来是吃不消的，乃是哪家千金，后门归谁？叫亲自成功一半。乃刘备不好意思开口答应，诸葛亮体里答应，可是久之不得。老们杀人家个千金小姐，哼，讲出来子啊，你都开心得来，直播在黑不龙。王叔，军师，你们听了。为防姻缘必难事，周毛分相啥个有？想不到对方原来是新旧的妹妹，身上香云芝。哦哟，这个云芝名气香，觉得身上香，身上香，香得热热滚滚，香得头发更异香的了。而且个咱面孔标致，风无上人，本领高强。李白我原来理解。记得生来两家人家结成功亲家子，实测谁不够轻举妄动，正是为这家国两地。那么再说，我身家不太白，我是王叔，对方是云芝门大无代，天人一上，地人一代，搿桩亲事来得个灵。不晓得边浪向个诸葛亮让暗黑些，哎呀，想追女啊，哪个人真正非要面孔子？啊，不出色个，美人计用得子东家屋里想起，哼，还是一个身就出眉头。你东家刘备，我觉得上一步年纪在为改个大花运了，没哈，只有个把手指拼命的摇，对准刘备了浪口，搿桩亲事呢快点答应，假使呢不答应，那刘备谁是指对噻？那对不起你都走中忙人者。刘备对准诸葛亮妈妈，你放心，搿桩亲事我死也答应，跟我来得个欢喜。但是表面文章也客气脱两句啊，子恨王叔神梦待爱，拜出身为末，你是一高，这配高配不让君居。哎
哎呀呀，王叔，不必客套，待不够之恨，与一句话儿不得不讲。待讲不发，相国太聪颖此女，不肯有嫁，为请王叔西去东侯申请。什么子？那么吕备提起来子呀？我什么是陆军之家本我个领入籍规则，我在江东去走亲啊？这个江东还去噶？命啊也不管，为啥么这个追鱼一个东来竟想办法也害脱我的命？想当初临江湾的辰光，费力个面孔，谁么大家追，留下来么豆腐水，幸亏的兄弟归云上百家，方是保了自家的命。在江东去走亲。命啊也不干，非是生育个妹妹，哪怕王母娘娘的囡儿，我非个在，嘿，太家务，太出自家一点命，不个手反复上，三正诸葛亮一口嘛，哎呀，这口就孔明个把水子成语朗也，那么不懂这，虽说呢还是个聪明人，今朝那是俺糊涂个家，不能去个江东一起，我也死个呀。诸葛亮胸有成竹，带着刘备妈妈呢，多人答应，你去，我有点子办法，把你洗不脱，只为我，而且我的潇洒，我的风流，我的侠义，我的快乐。比老以为好呀，耍起写着哈，写得个心里想会得发荡个呀，阿会得把你口出的啥个铺子子。呀呀，先生，因何发现啊？子儿，良不小旁人，良嫌我家举国，倘若此日不允，岂不是勾误了后位的美？是啊，倘若王叔错过了这段好姻缘嘛，所以定要追回。莫讲的，放心，两代我家主公因缘必了。东西先生，比方像刘备就是接得了对阵诸葛亮妈妈内我是么好说个呀，这张亲自不能答应，这个对面江东不能去，我也是一个呀。哎呀，军师，百年日以来，年纪大在，但君子不配这样，老这样哦。诸葛亮对你妈妈你来着，正当张年来得个哩啊！不来哇，岁岁来么来么好，来么安全，来么依靠，来么有味道，来么过冬是冬的哇！哎呀，现在市面上像三姑娘搞不来的子多的是，不管个行个呀。那事业阶段有个叫翁万283，搞不了不得2岁个杨真人，现在开放这副规则呀。诸葛亮这男子但是个些辰光是已经开放开着啊！主人，先生，你不懂，你东家有个怪脾气。啥个怪脾气呀？你东家也是直播浪向，答应么心里想也是发答应。有辰光直播浪向发答应么心里想答应的也。啥话说有搿种怪脾气感？该所以该桩亲事里表面浪向分答应，心里想来着答应。哎呦，搿种怪脾气，我单位是头一趟听说哎。东家搿个怪脾气，一般的人不大清爽讲。一旦你东家加入加退，那么晓得了一个脾气。须此东篱先生，牛人卖日，待子恒所谓东侯把心。放心必了，一路顺风。刘备气得想不落，两家头一打一打，一吃一场，拼打拼得好，不弄我当刘备，当我是个笨蛋哇！非得刘备那条街，诸葛亮那用计，啥个计？叫将计就计，江东周亲啊，请听我答。周瑜会用计，诸葛亮更加会用计。那么刘备阿会得过江去斩亲呢？两句何以为？再听我。